3000幾方嘅地皮呢，帶大家睇睇。想做一啲大地皮嘅朋友，呢過嚟睇睇呢塊。我頂！嚟嗱，荒廢咗比較長時間啦嚇，個但係執嘅好靚仔嘅，3000幾方嘅。嗱，呢度有2棟大嘅建築物。嗱，呢度咧就有一塊好大塊嘅空地。呢度啲空地都有真係2000幾方嘅空地噶啦。都有啲朋友你話做一啲卡丁車啊，盤落嚟做一啲小紅菜啊，同埋你哋自己諗啦啊，老人啊執幾得噶啦，想分租嘅人都可以同我傾傾。咁咪先棟物業啊，先塊物業呢係租嘅，即係你食唔晒咁大面積呢，就可以一齊研究。因為今朝早有2個客戶過嚟睇啦，咁咪食唔晒咁大面積嘅，咁咪睇翻你做咩行業，睇下大家會唔會夾得到，夾得到嘅話可以一齊研究嘅。啊，到後邊有塊，呢度咧前面亦都有塊，呢塊咧唔係好大，呢塊咧我月冇估計咧大概係幾百方到啦嚇，咁咪有2棟大物業嘅。嗱，呢啲大物業嘅有冇啲學校宿舍風格啊？做餐飲咧就一間房咧就係一個室，咁你擺張台嗱，2大棟物業，呢度咧有啲摩車房啊，呢啲棚咧可以唔要嘅，咁咪分租又得，成個項目租又得，有興趣過咧我有鎖先。